拉市政府綜合服務中心日前正式啟用，為市民提供超過300項服務。今集嘅近距離對話邀請到身份證明局同市政署代表傾下未來會點樣持續優化服務，進一步為市民提供便利。新啟用嘅慕拉市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已經正式提供服務，呢一度亦都有全澳最多服務機嘅24小時服務中心，究竟有冇方便到市民呢？今集好高興邀請到身份證明局綜合事務廳廳長歐敏華廳長同我哋一齊探討㗎。歐廳長你好。你好。歐廳長，據了解咧，服務中心嘅服務內容都有好多啊，為市民啦，尤其係有大灣區事務需求嘅群體啦，帶嚟邊一啲嘅實際便利呢？好。慕拉市政府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咧，係目前澳門政務服務中心規模最大嘅一個中心。咁提供咗身份證明局共有12台嘅自助辦證機、4台嘅領證機，仲有財政局嘅領證機、治安警察局嘅辦證機同埋領證機，仲有智能文件櫃。整個中心咧總共有30台嘅各個部門嘅政府自助服務機，提供咗12個部門共68項嘅澳門政務服務。咁呢個中心咧，其實仲有一個新嘅區域，就係跨境通辦自助服務區啦。咁呢一個區咧係引進咗廣東省粵自助政府自助服務機同埋橫琴嘅雙視通自助服務機。咁呢兩台嘅自助機嘅投入使用咧，亦都係將廣東省嘅政務咧係引進到去澳門啦。咁係方便咗咧喺澳門嘅廣東嘅居民啦，無需出境都辦理到呢一啲咁樣嘅常用政務服務。咁目前已經係有大概200項嘅常用服務可以俾澳門居民去使用㗎啦。咁粵自助其實係透過一個自助辦同埋視頻辦嘅服務形式咧，為居民啦同埋企業咧，以及喺澳門居住嘅一啲內地居民咧，可以申辦到廣東省200項嘅一啲常用服務。咁其中咧，辦理養老保險資格認證呢個高頻嘅個人服務申請咧，由投入使用到而家已經有超過20萬人次嘅使用啦。咁如果係有居住證嘅澳門居民咧，亦都可以透過粵自助呢個自助機咧去查詢打印有關內地嘅社保資訊範疇嘅一啲資訊嘅。橫琴雙視通自助服務機咧，佢係喺雙視登記跨境通辦一地兩住呢個服務基礎上面咧，係全新係升級，係推出咗呢一個自助服務機。咁而家目前咧係喺澳門嘅一啲投資者啦，就可以透過呢台自助機咧辦理咗註冊登記之後咧，就可以喺澳門透過呢台自助機咧去領取呢個營業執照同埋一啲相關嘅申請文書，咁大大提高咗澳資嘅企業咧喺合作區嘅一個准入嘅效率啦，同埋係辦事一個便利嘅程度嘅。咁呢個區域咧就係我哋遙距服務櫃台啦。咁嚟緊咧都有3台嘅遙距服務櫃台即將投入服務㗎啦。橫琴居住嘅澳門居民啦，或者灣區居住嘅居民咧，咁日後咧都可以透過呢個遙距服務櫃台去辦理到一啲內地嘅服務，透過視像嘅方式即時咧係同內地服務櫃台嘅職員啦係視像通話咁樣去提供一啲服務嘅資訊同埋申請服務嘅。咁據了解啦，呢一度嘅服務中心啦，其實都有好多元化嘅一個電子服務嘅。點樣去推動翻市民多啲使用呢一啲嘅機器咧？其實而家全澳嘅24小時中心咧，除咗係話有一個導覽機可以俾市民自助咁樣去睇到我哋一啲自助服務機嘅操作示範同埋圖文包之外咧，亦都係有一啲駐場嘅支援人員咧去協助市民去使用呢啲自助服務機嘅。咁未來咧，我哋亦都會係持續加強宣傳啦，咁製作多一啲唔同嘅示範嘅操作短片同埋圖文包，透過唔同嘅傳播嘅媒體啦，同埋平台咧，去向市民去做宣傳嘅，務求係令到市民咧係體驗到更多自助服務嘅一啲便利。可唔可以問下佢哋依家嘅使用情況係點樣嘅咧？政府24小時自助服務中心自投入運作
至今咧，咁已經係有超過53萬人次嘅使用嘅。咁其中喺證件嘅領取同埋證明書嘅申請方面咧，已經超過44萬。咁從呢個數字可以睇到咧，澳門居民咧係十分之樂意同埋使用自助服務嘅。咁我哋都會係持續透過唔同嘅媒體去做多啲宣傳同埋推廣，希望咧市民更加適應呢啲自助服務啦。係好多謝聽眾嘅分享啊！咁新嘅服務中心又能唔能夠滿足市民嘅需求啦？我哋一齊聽下市民點講。呢度好似光猛啲，舒服啲，係啊 ，OK 啊，即係冇佢嗰度咁咩咯，咁分得咁開咯，呢度比較集中啲咯。係啊。你自己覺得成個流程都係好順暢嘅？係啊係啊，啲靚女好好啊，佢問佢都問嘅，都答。容易揾到你自己要去嘅地方啊？容易好易揾咋，超容易揾啊！之前冇咁闊落咯，依家就闊落咯，同埋咧好似做嘢咧都好過之前咯，感覺上面咧佢好似比較清晰少少啊咁樣咯，係啊，整體覺得好流暢嘅。係啊係啊係啊。咁政府有即係之前都有講過咧，話就諗住喺呢度會再增加個兒童探索館，即係可能俾啲小朋友喺呢度停留喺度玩嘅。你覺得？都幾好啊，唔怕心掛掛，屋企嘅小朋友冇人睇啊。如果係可以帶埋嚟呢度，又可以等下，即係一邊做嘢小朋友又喺呢附近啫嘛。係啊，都幾好啊，構思幾好啊。嗱，新嘅服務中心啱啱啟用啦，相信市民對呢一座中心啦都唔係太熟悉。今日好高興邀請到市政署市民綜合服務處職務主管朱詠珊小姐同我哋一齊傾下㗎。歡迎朱小姐。想問下咧，其實市民啦，依家嚟到呢一個新嘅中心啦，點樣可以快速去揾到佢哋相對應嘅一個服務區咧？咁樣咧，其實咧都明白咧，市民其實都係一個我哋呢個新中心係一個新落成嘅點啦。咁之前咧都喺黑沙環政府綜合服務大樓咧，因為都投入服務都超過咗15年嘅時間，咁都相信市民咧都會已經對於大樓嗰度咧會有一個使用嘅習慣啦。咁為咗方便翻市民咧喺呢度會容易啲去揾到佢哋嘅提供翻一個相應嘅一個服務區嘅服務咧，咁我哋其實喺一個規劃嘅時候咧，都係同翻參考翻咧過往黑沙環嘅一啲經驗啦、服務經驗啦，咁亦都會係按翻呢一樣分翻9個服務區咧去作一個劃分嘅。而呢度有我哋嘅取籌啦，咁都有提過我哋一啲電子取籌嘅功能咧，咁其實咧都係一個新嘅電子政務嘅一個舉措嚟嘅。咁就係咧市民其實咧我哋就有一個新功能啦，就市民如果係攞咗籌之後咧，咁我哋都會可以俾佢揀咗一啲佢要辦理嘅服務區嘅服務咧，咁佢只要輸入佢嘅電話號碼咧，咁其實佢會收到一個訊息就成功取到籌啦。然後當我哋真係服務櫃台嘅人員咧 call 佢嘅時候咧，咁佢亦都會係收到一個短信就話幾多號櫃台正在呼叫你，咁其實佢就變咗係可以係一個電話，其實佢就已經可以係知道掌握到因為其實都係市民而家用電話嘅習慣會比較可能等候嘅時候都會係可能睇手機啦，咁所以我哋都會更加加咗呢個功能，咁就方便佢唔怕話 miss 咗個籌號咁樣咯。咁呢度都係我哋一個大型嘅電子顯示屏啦，咁都會係可以睇到晒整個中心咧。我哋而家 A 至 I 區就係9個服務區嘅一啲輪候嘅情況嘅。咁你見到有啲人仔係紅色啦，咁其實就代表咧嗰度已經係比較多人輪候緊㗎啦，咁樣咯。咁就譬如係啦，社會事務係啦，就你見到咧，其實咧攞咗籌嘅人已經有68個市民，咁呢度都係一啲信息可以係一個總嘅顯示屏咧，俾啲市民知道話而家一個狀況係點樣咯。服務區嗰度咧，我哋亦都會以顏色咧，亦都會作出一個分區。咁另外咧就會喺一啲牆入邊咧，我哋喺嗰個設計上面都會去增加咗一啲識別牌啦。咁喺每個服務區嘅櫃台嘅前方咧，都會有一個服務區嘅指示牌放喺度啦。咁令到啲市民咧都會好容易咧去揾到咧佢哋去辦理嗰個服務區域嘅位置嘅。咁另外一方面啦，咁咧亦都喺我哋中心入邊咧，其實喺正門啦、側門啦，同埋喺中間一個連接處咧，都會有公關接待櫃台嘅同事係駐守喺度嘅。咁亦都係方便咗一啲可能唔係太清楚一啲一個新中心嘅環境嘅設施啊，或者係希望可以得到一啲諮詢嘅服務嘅時候咧，都好容易咧去揾到我哋工作人員咧，可以解答到佢哋嘅問題咁樣咯。仲想問下咧，其實未來咧呢一個服務中心啦，仲會加入邊一啲嘅新嘅元素咧？暫時新中心都係
啟用初期啦，咁我哋其實都會繼續係秉承翻我哋一直咧都係好虛心聆聽市民嘅意見嘅呢一個理念啦。咁我哋會繼續咧會睇翻係成個整體嘅公共服務發展嘅需求啦，亦都係市民俾我哋嘅一啲意見咧，去繼續持續去優化我哋嘅可能放喺度嘅一啲設施設備啊，或者係服務方面咧，我哋都會係繼續去動態調整同埋去持續優化呢一方面嘅。我想問下咧，其實依家黑沙環綜合服務大樓呢一度啦，其實已經係暫時停用咗啦。咁未來點樣去做好呢個交接工作咧？咁交接方面咧，咁我哋市政處咧，咁其實就喺呢個退咗即係搬咗嚟我哋新中心之後咧，我哋都會係按照既定嘅程序咧去做一個退場嘅手續嘅。咁而喺以前啦，黑沙環嗰度咧，可能都會有好多一啲設施啦，或者一啲物品咧，其實仲可以使用嘅。咁我哋咧都會透過一啲轉移嘅俾其他一啲有需要嘅公共部門咧，去繼續使用我哋呢一啲物品嘅。咁而財政局咧，亦都會幫我哋協調翻咧，係做一個退場即係退場嗰個工作嗰部分嘅協調工作，都會由財政局去處理翻咁樣咯。一路交還個場地之前咧，我哋都會有人員咧喺黑沙環嗰度咧去協助市民咧去指引翻佢過嚟我哋呢個慕拉士嗰度咧去繼續去辦理佢哋需要嘅服務嘅。好多謝朱永珊小姐分享，相信啦，慕拉士政府綜合服務中心啦，未來會有更多嘅便民措施啦，可以分享俾市民㗎。